离阮的手，阮会当停做全部的事，拢就随性命。做伙伫做咧来宾，咱来做伙来唱咱今这首是四首，那路变地走。Thank
179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咱来做伙唱第1节。大家平安。平安。咱开始今日早个礼拜，请咱用心来献拜。请祷告。
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靠岸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笑脸你，我的肉体切切仰慕你。我捌安尼伫圣所雕记你，为着爱看你的关联甲你的阳光。这是咱来念圣诗，圣诗14首，圣诗14首，哪落得直直行，请咱起立来念全首。耶和华我的主啊，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里，对婴仔甲食米的喙建立能力。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世间人是啥物？你笑脸伊。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输。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就是一切的羊甲牛，天中的鸟。耶和华我的主啊，即条咱三个阿头来引导。我的主宰，耶和华上帝，
你是阮的瓦克，你是志愿的，阮拢是志你细囝。主啊，求你，互阮会当随时拢会当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来斟酌听主你的声，知影主你所爱阮行的，互阮拢会当，不管伫阮的日常生活当中，拢会当来荣耀主你的名，行做学主你的款式的模样，互阮知影，啥物是阮应该做的，啥物是阮袂使做的，拢会当明确。伫阮教会已经用的迄个方面，拢已经整修。毋过伫即个中间，阮侪侪人，拢有真侪的声，也求主你赦免阮，互阮会当大家互相来包容，互相来有顺润的心，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来为着主你的福音来奔跑、来行、来做。阮所推动的事工，求主你降落，求主你引带阮的脚步，互阮所要行的每一步，拢是主你所爱阮行的，毋是靠阮人的智慧，乃是要靠对主你来的。阮祈祷无够额，阮直接用主你教示阮的指导文三角来祈祷。阮就记载伫约书亚22章24节到34节。阮做即个代志是为着饲童才故意做，是惊了后日恁的子孙对阮的子孙讲，恁甲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有啥物关系啊？25，流便人、迦得人啊，耶和华设即个约旦，伫恁甲阮的中间做界限，当恁伫耶和华无份，安尼就恁的子孙会互阮的子孙无搁敬畏耶和华。所以，阮三甲讲，当咱着为家己起一座坛，毋是为着烧祭，也毋是为着别号的祭。27，就是为着恁阮的中间，以及恁甲阮兄弟的中间做证据，互阮通伫耶和华的面前，用阮的烧祭、谢恩祭、甲别号祭来服侍伊，免得恁的子孙后日对阮的子孙讲，恁无份伫耶和华。所以，阮讲，别日因若对阮也是阮的后代安尼讲，阮通应讲，恁通看，
耶和华的坛的款式，就是阮的造前所起的，毋是为着烧祭，甲别号的祭，就是为着要做阮中间的证据。29，阮伫耶和华咱上帝会幕前以外，另外搁起一座坛，为着烧祭、素祭、甲别号的祭，来背立耶和华。今仔日目转无对耶和华，阮决断无即号意思。祭司规年下，甲会中遐个首领，以及甲伊三甲来以色列中军队的头人，就是甲伊三甲来的兄弟，流便人、迦得人、玛拿西人所讲的话，就拢行做好。31节，祭司以利亚撒的囝规年流对流便人、迦得人、玛拿西人讲：今仔日阮知耶和华伫咱的中间，因为阮无犯着即个罪来得罪耶和华。当恁有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32节，这是以利亚撒的囝规年下，甲遐个首领利别、流便人、迦得人对基列地倒去迦南地，到以色列人遐回复因。以色列人掠即个事做好，对安尼以色列人俄罗上帝，无搁提起要上去甲流便人、迦得人交战，来毁坏因所徛起的地。34节，流便人、迦得人叫迄个坛名做证据，因为讲即个坛伫咱中间，证明耶和华是上帝。即条咱来学乐，唱歌队因要学乐的时歌是我要唱歌来学乐主。唱歌队学乐煞只是牧师的讲道，伊咧讲的题目是人际关系，听、看、听。
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伫主日三角主日，伫新建的礼拜堂内面，而且来敬拜俄罗主。感谢今日上帝伊带较带领吼，伫顶礼拜咱来举行即个特别的感恩礼拜。伫礼拜中间，牧师爱咱兄弟姊妹来学习，要安怎样彼此相向，嘛透过硬体整洁好软体就是咱的心灵，嘛爱整洁，爱调整，关注来束缚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当透过咱新的礼拜堂新的砖塔变遮有较悬啦吼，咱会当看到，以前是看会到即个一楼尔吼，即马咱有一个烫铁的吼平常时拢会当来教会祈祷安静，而且牧师嘛期待咱的教会。是属于社区的教会，而且毋是干那咱伫礼拜堂、礼拜日伫遮组织聚会，伊原会当伫周间的时，心情压榨来甲上帝第一同好是毋是？来甲上帝第一，而且来敬拜俄罗主，安静咱的心。嘛，搁较期待咱都有足侪所在，你看头前遮拢坐无满，咱按算看会当伫明年咱就坐好满。好，牧师你去做，毋是安尼啦咱做阵来做，坐好满，来敬拜上帝。若是敢若坐好满咱的心灵、咱的心嘛爱坐好满，上帝充满伫咱的内里，求主保守。今仔日要用即个题目，人际关系平安平，咱三角来祈祷。让我们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伫你的施果的面头，咱经过平安的一礼拜久。虽讲风雨，虽讲一礼拜久的中间，雨水的轮接，帮助阮兄弟姊妹会当，无论是有出日头，有落雨，阮拢感谢上帝，因为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互阮会当伫上帝你的听内面来成长。恳求圣神甲阮三角伫地，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阮。心整理好的遮个礼拜堂，而且互阮心灵拢会当得到平静安稳，嘛帮助阮伫阮咧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人际关系真重要。圣神引传带领，帮助阮有好的人际关系，互阮做伙来学习。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今仔日要讲即个人际关系嘛停看听所以先甲兄弟姊妹讲一个故事牧师的故事，误会对好意开始毋是即幅图啦即幅图看起来是翁敢若有误会，我讲你花倒位来是不是有一个男生送你花？毋是即幅图有一遍阮牧师娘受邀请。去新北市政府伫遐来演讲，民防演讲。我想讲牧师真辛苦，伊迄一工拢爱讲4点钟，讲真辛苦。结束了后我去甲载好但是我无甲讲好，我就发赖互伊，发赖互伊。我想讲给他一个惊喜，安尼买一罐饮料伊爱啉的咖啡放在车顶。我时间要到，我就开车过附近遐等一下。结束我就会当载伊转来，很甜蜜，对不对？翁无甲报讲，我要去甲你载，但是安怎，翁就先去甲等。无拍算，我讲奇怪，安怎遮久结束了，时间已经结束了，奇怪，安怎会？我就发赖互伊讲，还没结束吗？我在哪里哪里等你这样。等你，拢无回呢。过差不多，因为我是会当等的，所以我就等，我去可能阁有代志，我就等。等1点钟过去，奇怪，安怎会？到尾伊打电话给我，你在哪里？我在家里呀。我去载你呢。你又没说，我说我有发赖给你呀。你都无讲我啥物发赖给我？后来原来迄天赖敢若宕机啦，
所以我发出去的吼，吴师娘拢无收到啦。啊，伊就想讲吼，啊，就无就结束啊，伊就公车坐，啊，就到厝到外口，害我安怎？害我搁去，哦，啊，我哪开车转去，互哪收去，无彩安尼，哦，遮尔听你安尼，哦，啊，你搁安尼，搁甲你买饮料安尼，啊，你搁安尼，拢无爱搁小等一下，啊，转去到厝我就讲骂啊，啊，你怎么这样？他说，啊，你看这个赖，我现在才收到啊，你看现在才收到。哦，啊后来吼，我安静的啦，我嘛听我孙女讲，我本来也想叫你载我来啦，我本来嘛想讲要叫你载我来啊，但是安怎，你开车伤忝啊。误会为好意开始啊，是不是？啊，咱应该有一个故事是像即款的类型的故事。哦，所以咱应该有即款的经验，出于好意，明明出于好意，却被误会，诚做歹意，哦。所以有时一句话嘛是同款哦，咱咧讲话一句话，哦，咧断章取义有无？哦，一句话，哦，啊一个行动，互人改水错误，哦，甚至陷入去迄个对立，吼，陷入去迄个对立。哦，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内面，咱会当看到以色列12个支派中间发生一场，强要安怎内战，迄款的爆发的误会要产生。哦，但是这个故事吼，最后感谢上帝，最后用和平甲理解安怎做结束。互咱学习一个真宝贵的功课，就是吼，伫人际关系的中间，咱爱知影停、看、安怎听。哦，停落来，啊看，啊听。哦，所以但是咱来讲一个经文的这个背景吼。约旦河东甲约旦河西中间的这个误会，这个故事吼，咱拄则圣经有读过，可能安尼看一遍，兄弟姊妹无熟吼，会当搁看一遍，吼，咱来思考吼，你有圣经掀起来看，吼，手机也有圣经嘛，咱搁放起来看。这个故事就是发生伫咧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伊征服迦南地了后。即个流变，吼，啊有人讲吕变、吕变、流变，即种发起个问题吼，甲加特、甲马拿西即个半支派，因为上帝应允，因得到约旦河东边的地做业，吼，做地。啊，战争结束了后，因准备要转去甲因家己的家乡的时阵，伫个约旦河的边仔起一座坛。啊，要安怎？其实，就当然一方面起这坛就是要敬拜主嘛。哦，啊，一方面要纪念啦吼，但是迄个消息传到约旦河西边的所在，其他的支派的耳孔中间，哦，其他的支派耳孔中间，大家惊一跳啦，认为讲，哎呀，这三个支派安怎，因咧安怎，因咧背叛上帝啊，因咧搁另外去弹即款的行为呢？所以因就组织找个人起来，准备要安怎开战，要相杀。哦，所以这样的状况其实吼，咱安尼普普看圣经描述是真简单，但是你若伫咧现场，你就会当通知影，真紧张，非常的紧张，真紧张。东岸中间五人彼此要来叛变，上帝的百姓伫咧遐险要内乱起来。但是吼，这个转折啊、转折的所在是发生伫咧第22章24节开始。当迄个河东的三个支派有机会安怎因解说，哦，因解说，我咧加载，搁有即个机会。所以即个解说讲啊，阮惊即个代志并毋是要献祭，是因为将来恁的子孙，或者是讲对阮的子孙讲，恁甲耶和华上帝无分啦。所以吼，阮起即个祭坛要做证据，互阮的世世代代拢会记得咱安怎当做伙做代志伫遐来侍奉耶和华啦。所以安尼意思知啦，有了解？哦，所以因毋是咧叛变啦，是出于敬畏甲纪念，为着要团结信仰的元素。所以最后，即个众支派拢知影因的动机。彼此和好，啊，迄个坛叫做啥？叫做证据，哦，华语叫做正坛，哦，证明的证，哦，证据的坛，
意思就是咱伫咱的中间，了解是咱的上帝；伫咱的中间，了解是咱的上帝。哦，所以咱今仔日诶，即个人际关系停看听，一定有属灵的原则啊。咱来把握即个属灵的原则是啥物？头一个停，咱来咱读一个，做阵来读，伫经书前安怎先安怎讲停。哦，以色列人听见即个代志，就自己要去攻打因啊，伫12节就安尼记载啊。哦，以色列人听见即个代志，因伫遐起弹打安尼，惊咱来去看是安怎来攻打，攻打因。其实这反应非常人性化。哦，当咱听到互家己的受气啊，是讲受伤的消息的时阵，哦，咱家己受委屈啦、受伤的消息的时阵，第一个反应往往毋是思考，是安怎？是行动。哦，想要安怎回击伊，想要澄清，想要报复。所以感谢上帝，以色列百姓因虽讲真实真激动，但是他们没有立刻开战，也无。因是派代表，哦，这是这个菲尼哈甲10个首领去了解到底是啥物款的状况。所以这个暂停，暂停的这个举动，挽救一场的内战。现在兄弟姊妹，其实咱嘛需要一款属灵的暂停键啦，当咱被误会、被批评、被冒犯的时阵，咱毋免着急，就爱回应。咱来停下来，停落来，深呼吸，过来，先祈祷，停落来，深呼吸，先祈祷。伫迄个经书的即个火火苗经书的即个火苗火苗未烧起来的时阵，互咱愿意先停落来迄个脚步，互上帝平安介入。所以咱会当讲。互我先祈祷，互我先小了解者，即款的态度，就会当防止迄个关系的破裂，破裂。雅各书第1章第9节有讲到，恁个人爱安怎，紧紧听安怎，慢慢啊讲，慢慢啊受气。受气毋是爆发的，当然有拄则会爆发，但是安怎？圣经雅各书竟然是安尼甲咱分享，恁个人爱紧紧听。慢慢啊讲，慢慢啊受气。所以停就是停的功课，这就是停的功课。上帝掌管咱的情绪，咱的反应，这是真重要。伫即个世代，咱时常就看到即个社会新闻遮尔乱，是毋是？迄个情绪若一起来，即摆开始拢用杀的啊够恐怖，拢用杀的，真恐怖。所以求主保守锻炼。咱爱安怎停落来，停，属灵的原则，爱听啥啦？听上帝安怎甲咱讲，求主来保守。好，第二个看，咱做伙读一个看清代志的啥全部，看清代志的全部。这是伊利亚撒的囝，叫做菲尼哈，即个人，甲即个10个首领，因无有。听人凊彩黑白讲，就定因的罪所以因选择一件代志。好，我亲自去看，亲自去问，因问讲，恁为虾米在做上帝的大罪啦？在伫即个过程中因去问这毋是控诉毋是甲因控诉，是安怎？是真诚实提出因的问题。为虾米要安尼？为虾米恁去会囥伫即个所在？为什么迄边即个性官队即摆咧坐迄边？为什么一台冷气煞过，因就袂遐热啊？后来你若知影，兄弟姊妹，你礼拜刷了，你来遮看就知，迄边遐的梁无法度囥冷气啊。较等啊，囥伫咧壁，你敢会看囥伫咧壁一台冷气，当然这审美观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啥？就咱的质问嘛咱去问咱好好甲应答，好解说了解所以补救的方法真多啦无共款，会当补救，要安怎补救？咱来
伫整件的过程中，咱嘛会当发现，迄个人际的关系，你要安怎样讲我嘛捌看过弯起来，毋是咱教会啦这为什么放伫遮，放伫遐，就弯起来，就弯起来，所以咱来看清楚代志的全部，所以因愿意面对面的方式，伫遐来查验，毋是背后批评。时常咱拢定定讲，拢会背后去批评嘛会当伫咧场伫遐来好啊来查验，好啊来分享，即互误会有机会安怎透过。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伫人际关系迄个冲突的中间，咱时常看毋到误会对方的动机。人看外在，但是安怎上帝看内心。但是咱往往敢若看表面的行为，就下迄个判断落去。所以咱讲真相不止一面真相毋若是一面尔。所以有拄时啊，兄弟姊妹，咱中间会做伙迄个紧张性，咱讲迄个张力，迄个紧张性，教会当中间的迄个矛盾，毋是因为说人对，说人毋对，是因为彼此咱讲看法无共尔，其实是看法无共，所以当咱愿意看清楚，亲爱兄弟姊妹，咱愿意看清楚，咱对上帝的角度，伫遐来看清楚。对方的角度来看清楚，最后咱对整体的角度来看清楚，咱就会当化解真侪个必要的误会。耶稣讲，你毋若按照外貌判断是非，爱照着公平断定是非。约翰福音7章24节。所以咱即使若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目睭，毋是干那看代志对毋对，咱时常因为咱台湾的教会就是安尼对毋对，咱来看即件代志背后的动机甲是毋是，这是真重要，咱做阵来学习。伫个咱新的礼拜堂伫遮来完工了后，我相信兄弟姊妹，咱嘛爱做阵来学习，做一寡改变调整，甚至咱的礼拜聚会的即个听书，嘛会做一寡微调。所以为着要安怎？为着要互礼拜搁较好，为着互礼拜的听书搁较完整，甚至连我嘛会做调整。咱念的信息，甚至连即个信仰个别嘛有真侪无共款的调整，所以这毋是对甲毋对，求主来保守。咱看代志毋是干那看代志对毋对，搁较是来看背后迄个动机，甲咱用信仰的眼光来看即个信心的问题。好，第三点，停看嘛搁来是啥？听。好来，咱做阵读一个，听出对方的啥心意，听出对方的心意。何当的这个三个支派表达真清楚啦伫咧22节，因有讲到，讲大贵咱的上帝耶和华伊知影，所以因毋是要建立信仰，是要留落来一个记号，要互将来的子孙知影讲因是。上反属伫一个信仰的共同体，因的心是敬畏上帝，是真合无合一。所以当惠尼哈甲即个正修领听到因的解说了后，继续讲道吗？毋是啊。因看出即件代志是出伫上帝，所以因学了遮个三个支派，回报互遮个以色列百姓，冲突因为安怎？听来化解，冲出因为听来化解。有拄时啊，咱咧解说对方拢会安怎？我不要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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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要听了，无意义啊，你莫搁讲啊，我不爱听，请你听我解说，我爱听。安尼咱就爱安怎？停，对不对？停。先停落来，所以停看听真重要，对不对？咱都要停好，你安尼咱灵感怎要讲？
进退，经继续祈祷求主怜悯保守。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关系中间嘛需要听，是毋是？咱伫迄个关系中间，兄弟姊妹，无论是服侍，无论是家庭的关系，逐方面咱爱听，毋若是敢若听声音，搁较是爱听啥？听心意。毋若是敢若听声音，又出声，搁爱听出伊到底是表达啥，要讲啥物。所以听是愿意互对方讲话的空间，不急着辩解，不急着防卫。伫教会的服侍，伫夫妇的关系、家庭的沟通，伫咱做工课、职场做工课，甲同事做伙的中间，咱若会当加一份听，咱就会当减一份情节，冤家。箴言18章13节有讲，未捌听完先应答的，便是伊的啥愚妄甲变相。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听是一款的谦卑，因为当咱愿意听的时阵，就承认家己可能看毋对去，可能理解毋对去。咱知影，咱的上帝时常借着听的过程中间，互咱看到伊的心意，是毋是？愿主来帮助咱听，真重要。这个世代因为速度太紧了，速度太紧了，处理代志速度嘛是真紧，咱这个听看听，其实拢疏忽去啊。愿主保守。所以结论来讲，对立到政坛，政坛，这是政坛是迄个这个内容中文译翻译本的白话字的一个中文翻译本翻出来，政坛证明起这段证据，咱会当去白话字叫证据，证据，所以最后我用这段经文真好做一个真完美的收场，真好。这段经文内面，规年下甲正领袖听到这个老编甲这马那西人的话，就准则就以为是水。以色列百姓听见就学了上帝，无要搁讲去攻打因30节到33节的所在，所以因将迄个所在起名证据，叫做政坛。上帝是咱中间的见证，上帝是咱中间的见证。这个大无搁是啥分裂的记号，是真做合一的见证。原本5会经过啥听、看、听了后，变成做信用、精神甲合一的一个真重要的关键。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的教会、咱的家庭、咱的团契、咱的小组内面，嘛时常有5会甲迄个张力，是毋是？但是咱若愿意学习人际关系的听、看、听，各学习一摆，听是啥物？真放的情绪，互些人上帝怎讲？看是啥物？看清事实，嘛看见啥？上帝的心。听咧，听出对方的动机、对方的需要。那安尼冲突就会当转化变成理解，迄个争执就会当转化变成做啥祝福，听、看、听。好，咱最后做一个信仰的生活甲信仰的反省，一个伫冲突的中间，我是毋是真紧就下结论？咱思考一下，伫迄个冲突的中间，咱是毋是真紧就下结论？求主帮助我会当学习，较慢反应，较慢反应，慢一点的反应，较紧记得，快一点祷告。这第一个生活的反省，反省。第二个，我是毋是有主动去了解对方的角度？
哦，毋是家己的立场伫遐来指责，哦，是对听的眼光来看对方，哦，甚至迄个立场是无共款的，咱会当想，哎呀，为什么伊会安尼？哎呀，实在是有出灵敏，哦，是毋是我无看到伊讲的迄个角度，哦，即个咱是毋是主动了解对方的角度？哦，毋是徛伫家己的立场伫遐来指责，吼，是对听的眼光看到对方。好，第三个，我愿意成做一个聆听的人吗？哦，我愿意成做一个听的人吗？哦，伫个家庭、教会，咱的一场中间，咱用心伫遐来听，迄是啥？修复关系真好的起点哦，亲爱的姊妹，这真重要。最后一点，我是毋是愿意成做合一的见证？哦，真计结束啦。哦，当然有真侪意见，哦，拢找牧师讲就好，无问题。哦，咱莫搁其他兄弟姊妹咧跑地时，迄教会风气甲真哦，咱跑地时，咱讲咱有起好啦，吼，咱来甲牧师讲，来找牧师来，吼，哦，是毋是咱愿意即个诚做合一的见证，吼，希望咱所讲的、所行动的，拢会当诚做啥？正坛啦吼，正路哦，互人看到上帝伫咱中间哦，爱互人看到上帝，毋是讲教会嘛共款咧冤家安尼哦，所以愿主来帮助咱，愿主来帮助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真正的成熟毋是无有冲突。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冲突的真正的成熟不是无有冲突，是知影咱知影要安怎伫冲突的中间超出上帝的旨意。愿咱会当亲像迄个菲尼哈共款，无伫遐马上就生气，伊愿意去了解，嘛亲像迄个何当的迄个三个支派共款，因是出于敬畏上帝的心，愿意安怎解说沟通。所以当咱伫咧人际关系中间，咱学习迄个听、看、听，咱毋是刀劈迄个劈面迄个伤害，是展现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愿咱的教会、咱的家庭、咱的团体、咱的小组，拢会当建立迄个正坛证据的段，互人看到咱的中间是啥物？是耶和华上帝。大家下来记得，天父的主，阮知影你是和平的主，阮伫关系中间会拄着迄个误会、甲紧张性的事，求你赏赐阮会当有停落来的智慧，会当有看清楚的眼光，有听明白的耳孔，互阮无互迄个情绪来引诱，是互信心的引带，诚做和睦的使者。愿阮每一段的关系拢会当成做证据的段，见证你真理甲听。感恩奉主的圣名，阿门。即阵咱来回应上帝的话，来念圣诗479首，请起立来念全首。
讲请咱侍奉的人家己看，啊，奉聚会人数甲奉献嘛，请咱家己看哦。再来本会消息，下晡1点有咧召开小会，请小委员准时出席参加。下主日是定期的中执会，委员请相关的同工平办生参加。第2点，台北中华传道部伫11月7日上午8点45分，伫大林桥教会举行进阶的迄个中级训练会，请中级有当报名参加。第3，台北中会定期11月7日，拜二上午10点伫板桥教会召开第74届第3摆会议。咱本会有牧师、甲道牧师、甲陈家宏长老会前往参加。再来关怀大岛，伫厝里疗养的刘秋燕、蔡元佩、马来金、柯玉、郑文德、郑明霞、林李敏珠。段义的有杨敏珠甲洪本整弟兄的母亲。第3，请为着咱泰山教会甲文化教会的教士发展来台岛，求主会当保守因训练教会，因即马拢无牧者吼。再来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差错的，请咱用咱的过节来更正。再来，咱来奉献，请出现的同工。咱做伙来读，来，这是伊阿萨的囝，为
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爱、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即时以及永世代保证。阿门。